再来看咱陆军退伍中将高安国向亚出讲，透过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的牵线，收中国资金，伫咧台湾发展武装组织，要做中国内应，协助中国进攻台湾。这检方是依照违反国安法起诉高安国等等6个人，对高安国是求处10年以上的党刑。那些企图制造分裂、阻挡统一的势力啊，无论内外，注定将在这股不可逆的洪流中被淹没。呛声使用两岸对立的人会加做历史的回震。陆军退伍中将高安国鼓吹两岸统一反台独，山野出加做强调，加做史上强烈暗的退伍上悬的将领。涉案的包含高安国姓刘的女朋友台湾军政府发言人欧少康，陆军退伍司令部后勤部少校张胜福，退伍陆军中尉柯建宏等6人。我们台湾还有一股追求和平、反战争、要求统一的声音出现。高安国是陆军出身，捌做华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第6军团司令部副司令。高检署指挥官承办掌握高安国、侯孝康伫冲突党总裁张安乐引荐之下进出中国，互中共吸收了后，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撤回颠覆政府作战计划，先到做类型协助强军攻台。高检署指责以涉犯国安法起诉6人，高安国各被求处10年以上的党刑。目前并没有现役官兵的涉案，也没有重大的国防机密资讯泄露的一个状况。高安国真济摆写统一计划书，得到中共500万美元。去年佮组织成员到北海岸勘察地形，利用无人机、无机紧张监视军方机动雷达车，回报中共，引起各界关注国安危机。中间人其实也是这个张安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法规，能够先把中间人呢予以规范？这些资讯如果提供给中共来运用，或者是成为公开的一个依据以后，那势必我们在国军的固安作战计划还有机动路线方面都要做更周延的保密措施，甚至要更改整个机动路线。重点还一摆重创国军形象，李慧认为应该修法加减外犯罪，加强协助的力头。伊北辰指出，国军爱强化官兵保密防谍，也爱重新盘点作战的阵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